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，我係譚思雅。1號戒備信號生效，天文台話熱帶風暴米娜會逐漸增強同靠近，會喺聽朝早9點至11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幼稚園、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埋智障兒童學校聽日停課。隨住熱帶風暴米娜逐漸靠近，本港夜晚黑開始大風，間中有雨。天文台預料米娜會逐漸增強，並且喺星期五稍後至星期六初時登陸廣東東部沿岸，同時將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而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，靠近珠江口一帶。佢嘅登陸位置同埋強度存在變數。天文台屆時會視乎米娜嘅強度變化啦，佢嘅烈風區同埋本港嘅距離啦，以及本地嘅風力變化咧，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。咁米娜嘅外圍雨帶咧，正係影響緊廣東沿岸啦。我哋預料聽日驟雨咧會逐漸增多，而星期六咧間中會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，雨勢咧有時頗大，可有湧浪啊！市民仲要留意喺菲律賓以東嘅西北太平洋，另一個熱帶風暴已經形成，命名華加莎。未來幾日會顯著增強，下星期二進入南海東北部，靠近華南沿岸。呢個風暴嘅一個特色咧，就係佢會繞過呂宋島，然之後進入南中國海。咁即係換句話講，喺個過程當中，佢唔會受到呂宋嘅地形嘅影響而減弱。咁所以咧係會有機會去增強成為一個超強颱風啦。最接近香港嘅成個距離啦，都應該係比17年嘅天鴿同埋18年嘅山竹係更為遠啲嘅。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咁可能佢造成嘅破壞咧，就未必及得上山竹同埋天鴿。天文台預料下星期三本港風力有機會達到9級，即係平均風速達到76至87公里，會有狂風大驟雨、雷暴同埋風暴潮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。喺澳門1號風球生效，預料喺清晨前維持。澳門氣象局話，米娜聽日日間進入澳門200公里範圍，所以喺聽日朝早5點至8點改發3號風球機會較高。由於米娜環流較細，強度同路徑仍然存在不確定性，唔排除改發更高風球嘅可能性。預料澳門聽日開始驟雨增多同埋有雷暴，風勢增強。星期六至星期日會有頻密大驟雨同雷暴，並有陣風。低窪地區可能因為短時強降雨出現水浸。